發起身先係咪？安咗嘛？第三線左手，李可文。set。以下係勵志大會嘅宣傳。每位參加比賽嘅運動員可以獲得寶礦力水特1支，補充身體需要嘅水分以及電解質，幫助大家維持運動表現創出佳績。記得去場地地下停車場嘅寶礦力水特攤位憑號碼簿換領1支寶礦力水特。另外，寶礦力水特特設遊戲攤位，成功通過小遊戲可以獲得奧羅文斯飲品，提升精神或者獲得低脂嘅災災大豆營養棒。運動前打底可以穩定釋放能量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另外，曼徹倫敦又為各位運